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嘅時間啦吓，又係需要起翻身，我哋做髖關節即係腳部分嘅活動。嗱，記唔記得啊？前後腳係咪吓？後腳要撐住，跟住手可以撐住自己啦，然後升高咗起咗身啦，係咪吓？咁如果你需要扶住嘢有扶或者即係攞拐杖啊，係咪？好啦，嗱，我哋行咗出嚟先啦，跟住喺張凳後邊啦，我企咗半個身入去 ，OK 吓？呢隻腳咧就可以靈活地做嘢啦，咁樣兩隻手扶住啦吓。如果你得嘅話，就單手啦吓。重心咧就喺近凳嗰邊嘅，即係話我呢邊隻腳嗰度啦。膝頭哥記得微曲下 ，OK 啊，保護膝關節。好啦，開始啦吓。嗱，一隻腳咧，即係外邊嗰隻腳，攞嚟前邊向外撥落翻嚟吓，跟住踩翻正向前先，跟住攞起向外撥落翻嚟，跟住踩翻正，攞起向外撥放落地下，撥翻正吓。可唔可以直接咁樣翻嚟咧？咁樣都得嘅吓。我哋做緊嘅咧就係髖關節嘅活動，髖關節好似打個圈咁樣。OK 吓，好嗱。如果你想向外邊踩住嘅，跟住翻嚟嘅都得吓。好，我另一邊俾你睇咯吓。攞起向外撥喺側邊落翻嚟，你見到跟住踩翻正先，跟住我淨係腳喐動咧就係咁啦，係咪吓？打個圈咁樣好似吓，靈活啲吓。如果你能夠順暢少少嘅話咧，自然啲嘅話咧，咁你就用自然速度，盡可能提高同埋向外撥啦。OK 啊，5至10次之間啦吓。做完之後咧就企定定吓，深呼吸一下先，唞一唞氣先。OK 啊，好嗱，跟住兩隻手扶住啦，重心依然喺一邊嘅位置，唔使咁誇張吓，明顯啲俾你睇嘅啫。下邊嗰隻腳記得重心腳記得微曲膝頭哥。好嗱，呢隻腳我要做嘢啦，咁吓。點做咧？向後邊咧就腳尖喺地下，即係咁樣踩咗喺度啦，跟住擺翻好喺前邊咯，腳尖擺喺地下 ，OK 吓，踩翻好，跟住來回做前後，腳尖喺地下吓，唔使用力篤落地下嘅 ，OK 吓，好，來回3至5次啦，跟住另一邊咯吓，我重心企喺呢邊嘅位置啦吓 ，OK 啊，跟住喺側邊嘅時候放翻平兩隻腳，跟住喺前面嘅時候咧就咁樣。都喺地下啦，係咪吓？放翻平喺後邊都喺地下，放翻平隻腳我講緊吓 ，OK 啊，好嚟多2次先，係啦，小心踩到嘢吓，喺下邊嘅時候 ，OK 吓，好，做完之後深呼吸，定一定神，跟住喺翻前面嘅時候，記得翻呢個方法，前後腳係咪？後腳最好嘅腳踭啦，撐住，手扶住任何地方，跟住坐翻低 ，OK 吓，好，坐翻正嘅時候收腳，好啦，今日嘅運動到呢度先吓，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，10點鐘見，準時。